前2日风台宜兰落大水后做大水，也毋过伫东山乡有一间旅馆，因为围墙甲挡水绑拢无淹着水，伊嘛伫网络宣传，也毋过煞互发现讲，这间旅馆有真侪违规哦，建筑物嘛是违章，县政府嘛已经来管，准备要拆掉咯。即届所定的淹水是真严重，民众拢爱摒扫处理哦。公所嘛按算讲，今仔会当甲所有粪扫拢清掉。画面内底，这间宜兰东山乡的度假行馆4颗链顶有围墙，嘛有菜闸水泵，所以这个水无淹去内底。业者甲影片抛去网络顶宣传，引起众人的议论。不过嘛，却有网友指控讲，这行馆根本是违章建筑。违章的面积约200平方米，那这个部分目前是列管排拆。根据宜兰县府的资料，这个度假行馆有几项违规，除了违反区域计划法，这项检举就会罚6万至30万。因为部分的建筑是属于违章建筑，防以建筑法列管，爱安排拆掉。部分的建筑无摕到民俗的登记证，违反法定观光条例，县府会持续复查，会当罚10万至100万。环保团体认为讲，这个行馆的围墙应该要先强制拆除，因为这会让附近其他的所在淹水更加严重，造成公共危害。现在业者是暂时无法度回应。就是它的防火闸门，如果是在它10%的农舍用地上面，那它本来就合乎规定。那其他的90%的围墙，照理讲就是会影响到蓄水功能。这个所有淹水上较严重，目前初步估计受灾户有超过4000户，居民要持续伫整理家园。所有的冷泉损伤嘛真严重，伫内底全部拢是烂土甲粪扫。业者预估，若要恢复会当浸冷泉，要搁要1-2礼拜。是先把池底抽干了，然后就是都用高压机的方式去把所有泥沙冲刷起来。我们在今天入夜前，我想我们应该整个清运的工作，还有这个洒水，然后清消的工作，应该就都可以完成。民众为处理弹出来粪扫暂时放咧街路，国军来到清理。目前这废气味暂时也无分类，有先规划2个所在会当先放。地公所讲后续会再个分类甲处理。目前国军、县府甲公所的机具拢全力投入灾后复原的工作，估计暗内就会当协助这个居民完成整理家园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